農曆9月28，莊子聖誕，南華真人報告。至深歸命禮，太清元治，七元隱利，經注南華，行合天心。父玄贊教，無名無己，混合形神，出入太虛。師長桑真人言南華修道，復食北高火丹於普飛升，成天地之正，如六氣之變，與萬物齊同，共鯤鵬遨遊，德潤天下，道濟萬世，逍遙無待，齊同生死。大聖大仁，大孝大慈，太極偏廊，微妙圓通，南華真君，唱圓濟世大天尊。